外賣平台戶戶送 Deliveroo 宣布，將於4月7日結束香港嘅業務，結束響香港9年嘅營運啊！呢個消息震撼全城。究竟香港外賣平台嘅競爭有幾咁激烈呢？香港三國鼎立嘅外賣平台市場背後又係啲乜嘢嘅原因導致到 Deliveroo 要退場啊？馬來西亞嘅情況又點呢？放眼世界，原來香港外賣平台嘅生態係好特別㗎，你又知唔知呢？大家好，我係高爸爸，今次就同大家一齊整理香港 Deliveroo 退場之謎。本港三大外賣平台之一嘅戶戶送 Deliveroo 喺禮拜一宣布將會撤出香港市場。Deliveroo 喺佢哋嘅 App 嗰度公佈咗呢個消息，話決定撤出香港係一個艱難嘅選擇，同時又話會同 Foodpanda 合作，接手部分資產同埋業務。Deliveroo 會員可以領取6個月 Panda Pro 嘅免費會籍。根據 Deliveroo 香港發出嘅新聞稿，佢哋董事局認為繼續留喺香港發展，對股東嚟講唔係最有利嘅選擇。香港市場雖然佔咗集團全球總交易嘅5%，但對除咗英國同埋愛爾蘭之外嘅國際市場總交易額，竟然係有5個百分點嘅負面影響啊！咁樣搞落去，梗係會蝕錢啦。所以佢哋就已經提名清盤人，負責處理香港業務嘅結束同埋清理剩低嘅資產。至於 Foodpanda 就話，Deliveroo 而家嘅客戶同埋送遞員之後都可以轉去佢哋嘅平台，部分餐廳同埋商戶亦都會搬過去，基本上即係接收咗 Deliveroo 喺香港嘅大部分業務啦。好啦，咁 Deliveroo 點解會撤出香港呢？官方講法係市場競爭太過激烈，令佢哋難以繼續嘅營運。香港餐飲聯會協會會長黃家和就表示 ，Kita 加入戰局，掀起咗外賣平台新一輪嘅激烈競爭。相比 Kita 不惜工本去吸客，以及 Foodpanda 着力開拓網上超市等新嘅業務， Deliveroo 嘅資源投放唔及競爭對手啦。佢補充，2年前香港同內地全面通關之後，好多人都選擇北上消費。本地用餐嘅需求下降，加埋過去幾個月一簽多行嘅政策，帶動本港整體嘅消費，市民外出堂食多咗，不利於外賣嘅生意，對外賣平台造成壓力。有外賣員坦言，對 Deliveroo 撤出香港並唔感到意外，事關現時嘅 Deliveroo 訂單真係已經好少啦，半年前已經冇乜單接啦。感覺遲早都係會執，咁其實究竟有幾少單啊？6年前 Deliveroo 外賣員時薪係可以做到超過200蚊㗎，依家就跌到剩翻30蚊左右，得翻1、2張單，認真誇張啊！喺美國創立之後搬到本港嘅資訊分析公司 Measurable AI 公佈咗有關香港嘅外賣平台數據，我哋一齊睇下。2015年進軍香港嘅 Deliveroo 一度喺本港外賣市場領先。據 Measurable AI 統計，以訂單收入去計， Deliveroo 喺2019年曾經佔據60%以上嘅市場份額。之後全球遇上疫情，疫情期間 Foodpanda 急起直追，市場佔有率逐步擴至60%以上，而 Deliveroo 嘅份額就持續下滑。自 Uber Eats 喺2021年底退出之後，本港嘅外賣市場就一直由呢2間外賣平台去主導啦。喺2023年 ，Kita 進軍香港市場。Measurable AI 嘅數據指出 ，Kita 進軍香港短半年，喺2023年11月嘅訂單量已經佔全港總訂單量嘅30.6%，當中已經超越咗Deliveroo 嘅27.9%，而 Foodpanda 嘅市場份額就由之前嘅60%跌至41%，再過多半年，
2024年3月，即係 Kita 響香港1年營運嘅時間，已經攞到4/4嘅訂單市場份額，成為全港第一啦。從數據嚟睇，Kita 進軍香港最傷嘅其實唔係 Deliveroo， 而係 Foodpanda。Kita 迅速嘅搶佔咗30%嘅市場，主要係從 Foodpanda 手上搶過嚟㗎。截至今年嘅第一季，Kita 響食品配送方面嘅商品交易總額 GMV 市場份額已經達到2/3啦，訂單量份額約4/4。而家已經有超過201萬用戶下載咗 Kita 嘅應用程式，平台上面嘅商家每月平均都增長超過3%。目前已經有超過1萬間嘅商戶入駐啦。點解 Kita 響咁短時間已經可以響香港站穩陣腳呢？其中嘅主要原因係 Kita 識得針對香港市場做出適合嘅應對方法，例如針對香港高嘅配送費、配送時間唔穩定同埋高客單價嘅痛點，推出咗一系列嘅應對措施，以銀彈策略推出咗10億港元嘅激賞計劃、免運費同埋半價等活動去吸引用戶走親民嘅路線。同時 Kita 仲通過提高收入、加大對配送員嘅激勵力度，吸引咗更加多嘅配送員加入。例如為咗提升送單嘅積極性， Kita 每日舉行跑數比賽，每隊5人，冠軍為單日送外賣最多嘅步兵隊伍奪得。勝出嘅隊伍可以按排名獲得額外嘅紅利分成。此外 Kita 仲推出完全冇門檻嘅免運費日、單人特餐、50蚊以內嘅外賣唔需要運費嚟吸引客人，又比 Foodpanda、Deliveroo 平5% 嘅佣金去搶商戶，又以每單多10蚊嘅報酬去搶外賣車手，成功吸引到更加多嘅顧客、商戶同埋外賣員去加入。有學者曾經分析 Kita 嘅銀彈策略，令到 Foodpanda 同埋 Deliveroo 亦都只能夠被動咁樣跟隨嘅提供更多嘅優惠，盈利被大幅嘅壓縮，結果令到本來市場佔有率就較低嘅 Deliveroo 決定要離場咯。但係 Kita 咁樣燒錢嘅做法，強行搶入一個只係得750萬人口，可以話係冇肉食嘅市場，其實有啲乜嘢好處呢？隸屬於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嘅21世紀經濟報導就喺2024年發佈個專題，去分析 Kita 呢一個嘅市場策略，指出可能香港只係 Kita 進軍海外市場嘅一個試點，實驗一下以平字去掛帥嘅模式，係咪可以砌低顧客忠誠度、企業形象同埋本地化等等嘅傳統營銷方法。而事實亦都證明 Kita 嘅實驗係成功嘅，對進軍海外好似沙特阿拉伯等等更大嘅市場，呢個經驗係好重要㗎。響香港燒嘅錢就當係學費同埋實驗費啦。Deliveroo 決定撤出香港市場，對 Kita 嚟講當然有利啦。但係 Kita 今次嘅反應呢，就令到好多人大跌眼鏡喎。佢哋好快響官方嘅 Thread 專頁發文抽水，話呢9年辛苦你啦，應承你，我哋會繼續守護每個香港胃，將新鮮熱辣嘅美食用最快嘅速度送到每一戶。發文一開始仲有一個袋鼠嘅 emoji， 內容顯然係講緊 Deliveroo 啦，諗住可以趁機嘅刷一波流量，達到宣傳嘅效果。但係睇嚟一眾網民就好唔受落咯，覺得係貓哭老鼠抽火水自製關公災難。究竟呢次會唔會影響 Kita 響香港嘅業務呢？大家繼續留意事態發展啦。對於 Kita 嘅強勢空降香港市場， Foodpanda 就曾經表示佢哋已經擁有全港最龐大嘅餐廳網絡，合作嘅餐廳超過14000間，仲有17間嘅網上超市 PandaMart， 並且建立咗生活百貨零售網絡 Foodpanda Mall。佢哋強調，比起短期優惠策略
更加重視外送行業嘅長遠同埋可持續發展啊。至於 Deliveroo， 2年前曾經講過，話自己已經服務香港市場超過9年，同超過12000間商戶同埋外送專員合作，業務持續嘅增長。佢哋致力於可持續業務發展策略，最初係專注中高檔嘅餐廳，並且不斷嘅擴大服務範疇，例如推出外賣自取、生活百貨速遞服務、戶戶超市等等，為用戶帶嚟更多便利同埋優惠。可惜而家就頂唔順咯。響2024年2月底，呢3間外賣平台外賣員發起咗一次跨平台罷工，原因係平台大幅削減送餐費，搞到好多外賣員收入受到影響。對於呢啲主要係靠接單揾食嘅送餐員嚟講，呢啲改動就等於減人工，佢哋梗係唔收貨啦。於是就聯合罷工，仲有送餐員表示會轉行或者轉去其他嘅平台。除咗外賣員權益爭議之外，Deliveroo 亦都曾經涉及競爭條例問題。之前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就發現 Deliveroo 同埋 Foodpanda 涉嫌壟斷市場。佢哋同餐廳簽訂合作協議嘅時候，會有啲條款限制餐廳同其他細規模嘅平台合作，變相打壓市場嘅競爭。呢件事搞到政府要出手，最後 Deliveroo 承諾修改同餐廳嘅合作條款。呢件事先暫告一段落咋。嗱，講返 Deliveroo 本身啦，佢哋係2013年由 Will Shu 同 Greg Olowski 喺英國倫敦創立，後嚟急速發展。2015年佢哋決定進軍香港市場，嗰陣時 Deliveroo 仲係幾受歡迎㗎，尤其係佢哋專攻中高檔嘅餐廳，令到原本只可以堂食嘅餐廳都可以提供外賣服務。但係隨住時間過去，香港市場變化好快， Foodpanda 逐漸就壟斷市場，之後 Kita 又殺入嚟分一杯羹。Deliveroo 面對住激烈嘅競爭，最終都係敵不過市場嘅壓力，選擇咗撤出咯。其實 Deliveroo 除咗喺香港，仲有響英國、法國、意大利、新加坡等等10幾個國家都有營運，但係佢哋亦都曾經退出過澳洲、荷蘭、西班牙等等嘅市場，原因通常都係競爭太激烈，或者未能夠達到盈利嘅目標咯。Foodpanda 佢其實係德國 Delivery Hero 旗下嘅品牌，2014年正式進入香港市場，憑住大量優惠同埋快速送遞服務，成功攞到唔少市場嘅份額。而 Kita 就係喺2010年3月成立，係全球最大嘅科技同埋零售公司美團嘅獨立品牌，專注於國際市場嘅餐飲同埋商品即時配送服務，實踐幫大家吃得更好、生活更好嘅使命。至於馬來西亞 Deliveroo 就冇進軍過大馬市場，當地嘅主要外賣平台就係香港人都熟悉嘅 Foodpanda 同埋另一個競爭對手 GrabFood 啦。根據最新嘅數據，Foodpanda 喺馬來西亞嘅市場佔有率大約係40%，而 GrabFood 就45%，兩者競爭非常之激烈㗎。Deliveroo 喺新加坡就有業務喎。根據 Measurable AI 嘅數據，喺2022年 Deliveroo 嘅市場份額係8%，相比起當地嘅 Grab 56%同埋 Foodpanda 35%，Deliveroo 喺新加坡嘅情況睇嚟都唔係太樂觀喎。如果拉遠少少，放眼全球，外賣送餐服務市場最大佔有率嘅公司，原來係可能大家都唔多熟悉嘅 DoorDash。佢喺美國市場大約係佔咗60%嘅份額，主攻北美市場。而 Delivery Hero 就係歐洲同埋亞洲嘅主要競爭者，擁有 Foodpanda 等等嘅品牌。有唔少人喺網上分享話香港做外賣真係好辛苦㗎，
有網友分享佢喺瑞士揸電單車做兼職外送，係以時薪形式出糧，有13個月嘅薪酬同埋5星期大假。佢只係1個星期做10個鐘，大約就有1萬蚊嘅港紙，時薪大約有180蚊港幣啊。而香港因為地少人多，唔少外賣員都係以步行形式去送餐，即係大家俗稱講嘅步兵啦。喺香港做步兵，通常都只會揀星期6日、午市或者晚市嘅時候先上線，地區要揀密集嘅，即係樓宇、商場、食肆遍佈均勻，咁先至容易單接單。有 YouTuber 曾經喺2024年親自嘅去實測，究竟3間平台嘅步兵可以每日賺幾多錢呢？佢嘅實測結果係 Foodpanda 單日做咗13單，賺咗337蚊。Deliveroo 就單日做咗10單，賺咗362蚊。Kita 就單日做咗10單，賺咗330蚊。頭先提及喺瑞士兼職外賣嘅網友，佢話曾經試過一單有175蚊港幣嘅貼士。咁喺香港做外賣員有冇機會收到貼士呢？唔少網友都分享唔俾貼士係好正常嘅，因為平台已經將餐價打大咗，又收平台費，又收運費，仲要平時又冇優惠。作為顧客嘅心理，我都俾咗咁多錢啦，仲要俾埋貼士，不如我自己去買啦。Deliveroo 決定喺2025年4月7日正式結束香港嘅業務，對消費者嚟講可能只係少咗一個選擇，但係對於外賣員、合作餐廳同埋公司內部員工嚟講就係一場大地震啊！唔知大家又點睇呢件事呢？ Deliveroo 退出香港，究竟係香港市場競爭太過殘酷，定係佢哋本身自己經營嘅策略有問題呢？大家不妨留言討論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係高爸爸，記得讚好、留言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身邊嘅朋友喎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鍾意我哋馬拉谷 Family 嘅影片，記得訂閱我哋啦。多謝各位。